揭开大寒马来啊！今仔大寒甲马来啊，大寒不寒，春分不暖。大寒若是袂寒，代表春天真慢才会回暖。安尼，即个大寒敢有寒？受东北季风影响，今仔日和明仔中部以北也是较凉冷。透早上低温伫苗栗西湖干那9度9。遮尔好的天气，毋过干那半天，尤其基隆、新北市、宜兰气象局发布大雾特报。除了今天白天相对是一个空档之外呢，在周末之前，台湾附近的水汽都是偏多的。我们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哦，现在比较容易下雨的云雨的区域，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地区，还有花东的沿海。尤其在宜兰下雨的时间比较长，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。北部落雨，中南部因为南风混合，一路上北暗时同款的落雨。预定到拜六礼拜，全台湾拢会是局部短暂雨的天气。后礼拜一东北季风增强，才会敢若春风头面的东半部较会落雨。今仔日开始风卖较透，桃园到台南，阁有外岛等等14个县市，气象局拢发布陆上的强风特报，有9到10级的强阵风，乡亲就要特别注意。